被太皇太后赐死了。皇祖母，出了何事？哀家刚刚得知，这批秀女中混入了鳌拜的奸细。奸细？哀家是警告过他，以为他会收敛，没成想他更变本加厉了。哀家要是不给他发发威，看来他真是把哀家当成一个没有用的老太婆了。我前几天和另外一个太医被院判大人留在院中值夜，没能找到机会出去。这几天夜里，我悄悄潜入御花园，每次等到半夜，都没能见到龙三。他会不会跟你一样，被派到某处值守，没有机会跟我对接啊？你这个结拜兄弟龙三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问了那么多人，都没有人听说过有一个叫龙三的御前侍卫。不是。嘘。他跟我说的，他不会骗我的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骗你？你没什么江湖经验，跟他交往又不深，他未必会真心对你。可是我们是拜了把子的。拜了把子又如何？你对他，不也隐瞒了你自己真实的身份吗？都怪我，每次跟他接头都在京城第一酒楼，什么都没顾上，光顾着吃了，都没打探出他到底什么身份。这个龙三，肯定是宫里的人，究竟是不是御前侍卫，就很难说了。这紫禁城里住着上万人，不见得人人都互相认识。我再找人四处打听打听吧。我让雪姐姐和六师傅也帮我打探打探。从昨天开始，康熙那个小色皇帝就开始挑选秀女侍寝了。他一旦选中我怎么办啊？在此之前，我得赶紧找到龙小弟，让他帮我在皇上面前好好周旋。好，你最好画一张龙三的画像给我，我拿着画像去打听。好，今天晚上给你画，明天找机会给你。好，散了吧。太皇太后，秀女富察荣惠觐见。荣惠给太皇太后请安，太皇太后吉祥。抬起头来。是吗？玉兰姐姐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荣惠姐姐她……荣惠姐姐怎么了？她昨天不是被叫去侍寝了吗？她可是这批秀女当中第一个被叫去的，你不是还挺羡慕她的吗？她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惹怒了皇上，被太皇太后赐死了。惹怒了皇上，被太皇太后赐死了。我们大家都吓坏了。对了，今天晚上秀禾姐姐也去侍寝了，不知道她今晚的运气能不能好一点。我的天哪，我还是赶紧先画画吧。哎，朱哥哥，康熙那个小皇帝简直太无情了，刚刚临幸完荣惠，一转眼就不认人了，任由太皇太后就把他给杀了，真是伴君如伴虎。也不知道雪姐姐以后会怎么样。所以，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找到龙三。龙三的画像呢？啊，全是。怎么这么多？我有点不太确定自己画的像不像，我就多画了几张。你这画的都是龙三？对啊，这张鼻子像，但是眼睛有点小。这张呢，这张眼睛画大了，下巴又不对。
这张下巴像，可是眼睛有点小。这个眼睛还行，但是脸盘子有点大。哎呀，反正都还差不多，你自己看吧。环梅，以前在谷里上课的时候，就叫你认真一点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说我了，这时候批评我也没用啊。看来，我还是去御花园碰碰运气吧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龙三。你去吧。好。传皇上口谕，宣秀女玉兰侍寝。妾玉兰，谢皇上恩典。起来吧，随咱家前去沐浴更衣。李公公，秀禾呢？他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回来？他不会再回来了，他也被太皇太后赐死了。哎，姐姐，公公，可知道秀禾犯了什么过错，被太皇太后赐死了？可否提示一下，也好让妾吸取教训。这个嘛，咱家也不清楚。主子们要赐谁死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，谁又敢多问呢？玉兰不会啊！真后悔，早知道我就不进宫了。真像我这样。龙小弟啊，龙小弟，我要是再找不到你，恐怕我也顾不上什么执行任务了，只能一个字：乔弟莫忧，溜了。混入秀女中的3个奸细，都被哀家给处置了。这下皇上该清静了。皇祖母，如此一来，鳌拜一定会对你老人家怀恨在心的。这宫中啊，爱哀家的，恨哀家的，就像哀家的头发丝一样多。如今他们也老了，这头发细的也都掉得差不多了。哀家就是为了皇上，不管他是明枪或暗箭，哀家都能挡得住。皇祖母，皇上常说，没有皇祖母就没有他，是您为他和大清江山撑起了这一片天。那是，哀家跟皇上相依为命，这么许多年不容易呀。皇上啊，是哀家的命根子啊，他只要不像他的皇阿玛，哀家就心满意足了。皇祖母放心，皇上不会重蹈先皇覆辙的。这么多年来，皇上从来没有对哪个妃子特别上心过。宫里来了那么多的秀女，皇上似乎也没有多大兴趣。他才多大，正当年少，又急于亲政，这男女之事啊，自然不往心里去。当他的朝局一稳定，那可难说了。你看他的皇阿玛遇到那董鄂妃的前后，判若两人呢。玉兰也被刺死了。康熙那个小皇帝一定是疯了，居然一连3天宣了3个秀女侍寝，等天一亮就借口他们侍候不周，把他们交给了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竟然把他们都给刺死了。这事儿不对。康熙性情沉稳，不像是那种喜怒无常、嗜杀成性的人。而且清晨告诉过我，康熙召他侍寝的时候是很温存的，一点都不难伺候。那他怎么会一连3天要刺死3个秀女呢？这事一定有蹊跷。可惜我和清晨想了很多办法，都没有找到龙三。不然可以让奕欢去问问龙三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六师傅放心吧，奕欢已经想到找到龙三的办法了。哦，是什么办法？既然奕欢找不到龙三，那就只能让龙三来找奕欢了。老三，哪儿呢？
那儿呢。哎，奇怪了，这谁呀？啊，居然这么大胆儿，在这紫禁城里给我放孔明灯。义父，此事蹊跷，这孔明灯上还印着2个字“龙三”，这会不会是什么行动暗号？纳赛，你带2个弟兄，把这盏孔明灯给我取下来。这，你们俩去御花园里看一看，到底是谁在放孔明灯，有什么目的？这。走，我们去保护皇上。这。皇上还没有就寝吧？皇上正在批阅奏章，我有要事要见一下皇上，有劳公公帮我通禀一下。好，左大人，请你稍后。怎么样，李公公？左大人，皇上宣你觐见。啊，多谢了。皇上有旨，撤回御花园搜查的侍卫。从今天开始，如果再发现像今天晚上这样的孔明灯，一律直接上报，不许私下议论，违旨者斩。这。左大人，皇上这道旨意到底有何深意啊？当奴才的，不要随便的猜测圣意，按旨办事。老奴失言了。这个龙小弟，你要是今天再不出现的话，我就跟你绝交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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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！我呀，龙小弟。大哥，你怎么变成了个女的呢？我呀，我是易欢的妹妹，易成。大哥，你可别开玩笑，你手上那个玉扳指还是我结拜的时候我送给你的呢。这个呀，这是我大哥送给我的。这不可能，我大哥答应过我，我送给他的东西他不会转送给别人的。所以，大哥，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龙小弟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啊，身体不强，功夫还差，这江湖经验更是差得离谱，连我女扮男装都看不出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亏得你是在皇宫里当差，你要去江湖混啊，早被别人当成下酒菜给吃了。得了吧，我早就认出来你是女的了。只不过我出身于官宦之家，从小见的女子都是胆小羞涩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。头次见到你这么大胆子，还敢溜进宫里偷吃东西，我呢就想看一看，接下来你还会耍什么花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早就看出来我女扮男装了？我只是没有江湖经验，可我不是傻瓜呀。反正我们都已经结拜了，我就是你大哥，你就是我小弟，不管我是男是女的，你都得喊我大哥，知道吗？不行不行，你只比我小1岁，又是女的，你还让我叫你大哥？哎，你就老老实实做我的小妹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从小当小妹我都当腻了，好不容易落个大哥当当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当大哥啊，不是按照年龄，不是按照性别，而是按照能力的大小。如果你能打过我的话，大哥给你当啊。
好吧，论武力，我确实不是你的对手。哼哼，哎，可是你穿的这一身女装，让我叫你大哥，我真的是叫不出口。要不然，我叫你大姐。我呸！大姐多难听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哎，不行，大哥，哎，这样吧，我叫你老大好了。行吧，只要你承认我比你大就行。我问你，罗小弟，这几日我哥哥约你在这儿见面，为何都不露面啊？这前2天啊，皇上派我秘密出宫执行一项任务，我这不刚回来吗？那我跟我哥哥四处打听，为什么都没有人知道你龙三这个人啊？老大，还说你江湖经验丰富呢。哎，你看看这宫里边宫女、太监、侍卫加起来上万人，那有些人在宫里边生活了一辈子，还不能全认识呢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听你这么说，好像是有点道理。我大哥是不是跟你说了？其实我就是鳌拜。嘘，咱们找个安全的地方说。走。哎，你慢点儿。对了，龙小弟，如果你跟皇上揭发鳌拜图谋不轨、伪造秀女的事情，是不是可以治鳌拜一个大罪啊？老大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这鳌拜把持朝政多年，连先帝伟人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都敢杀，这伪造秀女的身份又算得了什么？就算皇上追究起来，到时候他自然有办法推得一干二净。而且，愿意为他顶罪的人多了去了。那怎么办？咱们拿鳌拜就没办法了？其实，鳌拜在暗中培训美女，送入宫中和各大臣的府上做耳目，皇上是早有耳闻的。只不过皇上刚刚亲政，没能把持实权，所以只能暂且隐忍了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居然会找上你。嗨，我呀，本来可以施展轻功溜走的，但是我一想，我不是还有我的龙小弟吗？所以我打算把这些都告诉你，你跟皇上说，没准还能立个大功呢，是不是？没想到老大居然肯为我冒这么大的风险。哎，对了，老大，那个大补丸的解药要不要解？有没有解呀？哎，那个大补丸啊，当然。当然要紧了。那个大补丸可是鳌拜独家秘制的毒药，我跟我哥哥拿它都没办法。但是我一想，为了你，龙小弟，我要心甘情愿，哪怕是上刀山、下火海，也在所不惜。老大，还是你对我情深意重。等皇上抓着鳌拜以后，一定会逼着鳌拜交出大补丸的解药的。哎，那个小皇帝我是指不上了。一连3天，临幸的3个秀女，天一亮就被太皇太后直接给除掉了。像这样的暴力昏君，你说他就算抓住了鳌拜，掌握了大权，与我跟天下老百姓有何关系啊？老大，其实你误会皇上了。那3个秀女啊，都不是普通的秀女，她们都跟你一样，是经过训练送到宫中来当奸细的。你是说，在这批秀女当中，还有其他秀女是鳌拜的奸细啊？当然，不仅鳌拜，还有吴三桂，还有一些心怀不轨的大臣，都在秀女当中配置有自己的亲信，妄图把手从朝堂之上伸到后宫中来，用来控制皇上。天哪，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可怕呀！这原来看似平静的皇宫，有这么多阴谋啊！不过可惜那3个秀女了。他们有什么错呀？他们肯定也是受人胁迫才不得已的。哎呀，这个皇帝心真狠，把他仨全杀了。老大，这权力之争啊，不像是请客吃饭，而是你死我活的较量。皇上要是在这个时候仁慈一点，那他就会被像鳌拜那样的权臣掌控得死死的。龙小弟，你说皇上会不会把我？若是皇上呢，悄悄派人查出你的底细啊，那你这小命肯定就不保了。但是我已经跟皇上禀报过了，所以一定会保你没事的。真的啊？而且你要是配合皇上抓住了鳌拜，一定会立下大功的。哎，如果我配合皇上抓住了鳌拜，
他是不是可以给我好多奖赏？那当然，赏赐的金银珠宝，你3辈子都花不完。真的假的呀？那这一趟冒险我可值了。说吧，让我怎么配合皇上？怎么配合皇上？既然鳌拜如此希望你邀得圣宠，那我们不如来一个将计就计。小主的身子并无大碍，可能是饮食不调积了食，待我为你开几服消食化积的药，服下便好了。哎呦，可不及时嘛！这宫里的茶点饮食实在太好吃了，我一吃根本停不下来。这宫里处处潜藏着危机，你要把性子收敛一点。知道了，你怎么还是老毛病啊？到哪儿都想管住。少跟我抬杠。说正经的，我觉得龙三的计划不妥。你别忘了，你是大明晋王的郡主，我未来的太子妃，怎么能去给大清的皇帝侍寝呢？又是这句话。我不是都说了吗？不是真的去侍寝，这是他跟皇上商量的一出戏，为了骗鳌拜的，不会真的去给小皇帝侍寝的。话虽如此，可是如果你真的进了小皇帝的寝宫，这半夜3更孤男寡女的，小皇帝又是青春年少，你又这般貌美，万一他想假戏真做了怎么办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而且龙三都跟我说了，前段时间这个小皇帝啊，中了鳌拜的慢性毒药，大伤元气，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呢。对你呀，我永远没办法放心。我给你准备了一条禁过蒙汗药的丝巾，如果他真的对你起了色心的话，你就想办法让他嗅这条丝巾，你自然就没事了。小心藏好。记住了，如果你真的让他占了便宜的话，你就干嘛？吃了我？你就知道欺负我，我自然不敢对你怎么样。可是如果他真的，我就算豁出我这条命，我也要宰了他。朱哥哥，平时看你挺稳重的，怎么一到这种事上那么冲动？你看我，平时虽然很任性，但是这种大事上绝不糊涂。放心吧，而且我有轻功啊，就算我遇到什么危险，我可以逃掉啊。我这就为小主去煎药去。哇，这么厉害！